你喺社交媒體上面見到嘅嘢並唔係真相。我哋作為 KOL 喺社交媒體上面講嘅嘢，可唔可以講真相呢？可唔可以講我哋嘅諗法呢？其實係好難嘅。點解呢？因為社交媒體上面以快打慢，大家都講嘣嘣嘣，快快快，睇嘅片係幾秒嘅，大家點會有心機去消化一啲真相嘅嘢呢？真相係複雜嘅，真相係沉悶嘅，你要睇 paper 先見到。就算你睇咗 paper，都未必有結論嘅。咁你又點會想睇啊？作為觀眾，所以 KOL 點樣先可以攞到眼球呢？答案就係帶風向啦，不斷將一啲嘢去妖魔化，不停去渲染，嘩眾取寵，令到佢講嘅故事裏邊有黑白分明嘅好壞對錯。所以要簡簡單單得到真相嘅觀眾先至會睇落去噶嘛。平庸嘅人、蠢嘅人會將社交媒體當成係一個幫佢哋揾到真相嘅地方，聰明嘅人就知道要利用社交媒體講佢哋嘅故事，建立佢哋自己個人品牌。你又會點樣揀呢？你會揀成為一個被工具利用定係利用工具嘅人呢？